今仔日总统就职的典礼，有一个焦点，就是中华职棒4位传奇的球星拢来了，有黄宾洋、陈奕迅、谢中兴、甲康明山，因受邀请来领唱着国歌，互这个棒球迷是真感动。另外，这个表演节目原来真多元、真精彩哦，说回来看。 穿球衫、穿西装，中职的4位传奇球星陈奕迅、黄宾洋、谢中兴、康明山受邀伫咧总统府头前带领唱国歌，4个强头徛做伙，互球迷是真感动。 2020总统上任典礼，台湾戏剧学院一开场，200多人展现高难度的特技。总统的学弟建中乐器队，涉猎的制服甲队形气势是袂输人。 坐落来4站楼悬的纳石河马，一登场就真显目。左风车剧团用客家的花布甲七彩的砖塔来象征族群的结合。歌手王靖伟用客语唱出大客精神，这嘛是 hiphop 音乐头一届登上上任大典。金曲乐团袂火气，也要来表演，用有力的歌声来感动观众。 九大表演接下来演出，和520的总统上任典礼是有力够精彩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